谐音，或者是它可能有自己的命名方式，但是地方政府用另外的方式帮它命名，需要做一些证明的过程。然后第二个部分是那个氏族联盟，那为什么要调查每个部落的氏族呢？因为一个部落其实是很多氏族那个联合起来的，才会形成一个部落。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把每个部落的氏族找出来，然后我们用那个点线面的方式，比如说一个部落它有3个氏族，第二个部落有5个氏族，第3个部落有8个氏族。那每个部落的氏族跟氏族的关联，你可以发现它迁徙的脉络，就是它可能是从 A 部落迁到 B 部落，再迁到 C 部落。那我们全台湾如果把每个阿美族部落的氏族都调查出来，你会发现，比如说我的氏族是吉维提案呢，我就可以把全那个花东一带的吉维提案的氏族连起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氏族的迁徙的路径，就是它在那个分家的过程，它到每一个部落的一个移动的一个轨迹，那就可以知道我们那个一个雅少氏族的一个移动的状态，大概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小白老师，我这样解释有没有很清楚？有啊，可以哈。所以我们这个某种程度8点到9点的目的是希望把每个雅少每个氏族的迁徙的轨迹慢慢看看大家能够一起努力找出来。如果你的部落你知道它有几个雅少啊，我们就在我们的线上讨论你就提出来。那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去问看问一下你们部落的耆老或长辈啊，说啊我们的部落有几个雅少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就把它提出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共同去整合我们的阿美族的雅少。好，老师，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讨论的内容我们就第一个那个37之84。古吉古扎 goods， 对，古扎 goods， 我没有听过呢，古扎 goods。老师，你猜猜看它是什么意思？古扎 goods， 它很像是古斯的话是抓羊嘛？哦，对对对，是不是很大力的抓，还是去抓的意思 ？OK， 哦，老师，你看。你讲的很大力的抓没有错，它叫做爬树攀登。很大力的抓，这个逻辑就正确了，对不对？古扎 goods， 它就是爬树跟攀登的意思。是哦。对，对，老师，你的goods是抓痒嘛，对不对？对啊，是抓的，用手指头去痒。抓嘛，所以它这个其实应该很接近，只是它是用 goods， 对不对？它应该就是也是用手指抓，但是它是那个很大力的，所以它这个意思就是爬树的意思，攀爬的意思。哦，对啊，有可能啊。对啊，那个动作是一样的，是goods是小力的抓嘛，goods 是大力的抓，就是攀爬。对啊。OK， 是攀岩的意思吗？对，我想应该是啊，松林大哥吗？应该是。对，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他的例句，对啊，你看他的蔡宗涵的例句里面有咪咕扎 goods 都吉浪爬树，咪咕扎 goods 都杠爬梯子，好像就是攀爬的意思啊。松林大哥，你这个字有听过吗？还是你也不太熟？没有这可能是我们就没有，我们就那个主家族这样的，主家族还有米咖喱什么的一大堆。这可能是比秀波或者是男士。有一个是古扎固，是爬上啊，古扎固。老师，等一下啊，古扎主家族啊。
等一下，古沙沙古古沙古，老师是 D 吗？还是 L？哎，D 古沙沙古沙沙对沙沙沙， D 古好像没有这个字呢。孤沙固哦，我们是古沙古是爬上去啊，这样。哦，我们是主嘎族啊，朱嘎住我们这边主要就是爬上啊，用走的上去啊。如果说你爬东西的话，你变成要咕噜咕噜就爬得上去，这样。OK，老师我帮你补充一下，孤沙固对不对？哎，所以你这个也是攀爬的意思哦。对对对， OK 爬梯子啊，爬树啊，咕噜咕噜，达拉不刚这样。OK，所以你这个老师你这个有接近孤沙固，就是也是一样，咕的，哎，咕哒咕的，所以跟古扎固只是一样的概念嘛，对不对？OK，好，没关系。我们假设就是你们都确定它是爬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固齿这个意思是什么？出力啊，上去，固齿，出力上去啊。白摘了，是出力啊。我们看有没有类似的有没有固齿结尾的固齿结尾的？没有呢，固齿结尾的好像就是那个有一个啦，果核。嘎固齿这个比较没有直接的关联，比较少固齿嘎骨子我们叫爬杆啊，那个什么果实要很用力的拨啦，反正这样子推好像连结度没有那么高呢。没有连接，你说啊，固齿核心很硬的意思啊，固齿啊，对，它那个有一点感觉就是那个，因为很硬嘛，对不对？对啊，像那什么开心果有没有？你很大力的拨才可以拿来吃，因为固齿感觉是用力的意思啦，对不对？还，我们看一下那个小白老师的那个 good KOD 拉固哎，固的 good，爬上我们去，看一下扎 good，比如说爬绳啊，爬杆啊，爬树啊，就是用都是固的，good，固的，好像没有直接的那个 good 比较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我们还是去推论那个固齿我们暂时因为这个它可以参考的词汇不多啦，那固的应该是爬的意思啦，就爬的意思是不是？有一点攀啊，爬。老师你看因为你那个什么故事是不是抓的意思？对，我们先看一下故事抓痒嘛，对不对？故事是抓的意思，那固齿变成是爬，那这个像不像是用力的抓？是不是？对啊，我觉得固齿其实是那个固齿是固齿是轻轻的抓嘛，对不对？对，你用力抓皮肤会破嘛。对啊，固齿那个固齿是不是变成就引申成爬的意思？你觉得这样对不对？对啊，松林大哥，你觉得呢？故事有办法连结吗？没有，故事是那个故事是抓嘛？我知道是抓痒了。那因为那个西啊，西是子的音，s 是死的音，他们两个音一个是
一个比较那个啦，就是那个叫什么音，有摩擦的声音啊，咕吱咕吱，一个咕吱，一个是咕吱嘛，对不对？对那我们就对对对用猜的说咕吱是抓嘛，对不对？对，咕吱就是用力的抓，我打过用力的抓。那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个吗？刚刚有一个，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果核啊，对，果核叫做，我们看一下，叫做嘎咕吱。那嘎咕吱是很硬的意思嘛，对不对？果核不对很硬，对对不起果核通果核常都很硬，很硬啊，果核很硬，所以它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那个有用力的意思啊。很用力的。好了，这一次我们这个推论的比较牵强了，但我们暂时现场如果有人可以帮我们推论也可以那个 good 我们就把它推论成用力的抓。现场有没有人有其他的看法跟意见？good 就是用力的抓 ，good 扎 good 就是爬树因为我们的推论就是用 goose 去推论的 ，goose 是抓嘛 ，goose 是抓。那 goose 你念的话，你看 goose 的话，就是你嘴巴比较不用那么用力 ，goose 你的嘴巴就比较用力，所以是引申比较用力的抓。这一次的推论比较牵强对，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可以提出来哦？小白老师这样子，你的语感上可以吗？这样子推论可以，因为那个果杀故事有一点动作很大的意思啊。对，那个故事的话，就轻轻的这样抓嘛。咕沙子，哎，故事呢，就是对，快要抓到破皮的那种。果杀呢，就已经很大力了。对，我的猜测也是这样子我等下嘛，骨力得什么疥虫病那种，咕山就抓到破皮那种。这样应该没有错了。我们暂时先这样，好，没关系，反正我们这个推论到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回来再看，就到时候可能有更成熟的那个资料，就可以去看验证这个推论对不对？好，老师，我们看一下第85个。85张，朱拉做了追赶呐，追赶好，我看一下，在赶时间呐，做了上来这样，是不是这个？看一下，还是怎么没有？做了，在吹着走啊，这样。做有可是朱拉做好像没有这个字做是主拉做的，有一点就是说，有点类似催促的意思啊。对啊，有这个字催促是不是？对，催促啊，就一直赶，一直叫我们走啊，这样做了上来。就在赶人的意思就对了。对啊，催促。朱拉做催促的意思。都有那个打发的意思，催促驱使。做，他这边有没有啊？做有。对啊，你用啊的就有，除了做有。啊的有是不是？对，除了做有。啊反而有看一下。啊的就有。真的呢，啊的就有呢。啊的就有。是不是要改成这个？对。对，应该要改成这个才对。对，应该改成这个，除了做。对，我们把那个 L 改成 R 对。对，这样比较，因为这个字典有这个字，打发催促嘛，驱使。对啊，除了说实在就是这样，有点要把人赶走的意思。OK， 好，那这个小白老师这个字就是催促赶走的意思，没错嘛，对不对？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它的意思 ，COR 做拉做的做。老师你会怎么翻？催促啊，催促怎么讲？追
怎么讲啊？有一点在感人的意思啦，那样。感人哦。老师，你看哦，你看那个字典，蔡中涵的字典，有没有？它翻土的意思，翻土。你有印象有这个意思吗？有啊，那个山猪啊，用它的嘴巴，不是把那个土吗？给它米猪啊，猪，用它的嘴巴去把那个土翻起来啊，不是吗？对，对啊，他要为了要找蚯蚓啊，米猪来给它利用这样，给它发挥，用它吃啊这样。哎呀，也有那个猪啊，那个山猪啊，用它的嘴巴去推那个找蚯蚓啊，米猪啊，哎呀，所以他那个动作是，老师你描述一下，他那个翻土是用他的鼻子还是用什么？对，用它的鼻子啊，一直去这样翻，然后翻去找蚯蚓呐。他那个动作是一个很，就是说慢慢还是很仓促的状况，都是很仓促啊，很急，一直在翻，一直在翻这样啊。对呀，所以这个字儿本身就是有一个比较动作很快的感觉，是不是？对呀，急促，会不会？哦，急促这个有可能。好，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字哈，叫做戈字儿，它的尾巴也是字儿，但是它的逻辑是什么？居高临下的看哈。这个我就没有听过了，戈字儿，这个没有听过。对呀，是当卫兵吗？还是在那个嘎造那边上面往下看？这个比较像哦，就是有点瞭望的意思嘛，对不对？在那个瞭望台往下看的感觉。哎呦，这个是不是做有一种盯着，一直死命盯着的感觉？你找一下那个五座有没有五座？啊，对对对，你说那个打武主任那个武座，对，导务主任。哎，派遣的吗？哎，这个有感觉越来越像哦，有点命令，对，催促嘛，对不对？对，做这个感觉我就是他会叫你去做什么这样啊，他不做，哎呀，他就发号施令的那种啊。比如说那个爸爸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啊。有一点。那老师，这个你用这个字的话，会有没有一种就是说赶快去啦，这样那种感觉？对了，就是也是催促，没有办法翻了。所以他这个做有那个就是催促的意思，对不对？没有呢，我觉得是他的是一个，如果用国语来直接翻的话，就那个指令啊，那个手是指的那个有没有？那个手指的那个指啊，指方向啊，他叫你做什么他就那个指令啊。哦，老师，你觉得那个字有指令的感觉是不是？对了，指令。我这个字的动词变成咪乌字，就是命令打发的意思。对，指令。哎，有哦，这个可能意思有道哦。你看哦，这个如果我们是催促、打发、驱使的话，那个严格讲，它这个不能随便做，应该是某种程度是上对下，或者是长官对部属才会敢做这个动作。对，就是这样。对啊，说这个我这个小白老师这样推论有道哦，就可能是指令哦，它可能就是指令。对，
也对了，由上到下的指令。现场有没有？因为这个有点抽象哦。现场有没有人有不同的见解？这个主拉tur，这个 tur 就我们暂时翻成指令，因为这个感觉上就下一道指令哦，就有点催促、驱使哦，甚至是打发。我今天的比较难呢。应该讲得通了。对啊，因为你头脑，你肚子饿的时候，那个头脑会驱使你去找食物嘛，头脑会发出一个指令去叫你去找食物嘛。没有错，没有错，这好像是哦。他这个有点是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有一点像是那个，就是你身体有一个机制啊，它会，如果你肚子饿的话，它会催促你去吃东西，如果你不吃会死掉啊。对啊。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个我们生理脑神经里面会发出一个指令，说赶快去找东西。对，它就是一个生理的机制嘛。哦，那应该没有错哦。OK， 那如果现场没有特别的意见，那我们就接受小白老师这个推论，就把它当成就是当成指令。指令，因为这个还蛮贴近的指令或者是命令嘛，对不对？对。小白老师可以哈。可以。好，这好像有到位哦，这个指令的概念。好，那我们看一下86。86，匆忙啊，匆忙哈，就kurang ku rakatnya这样啊，应该是就基金嘛。老师，你看那个，他这边写为保护农作物而制造的驱鸟器啦，那个响板，咕啦咕，就好像是驱鸟器，是不是？就是他是做那个响板。那个松林大哥，那个铃铛吗？那个铃铛吗？老师，你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做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工艺品，不是就有做那个什么？不是工艺品，那个就是那个响板里面那种凹的，用竹子的。对，竹子把它切一半嘛，它就会有那个可以把它剥开嘛，对，应该那个。我们叫怎么去了？那个是有名称的，它不叫古拉古了。那古拉古了，如果说它这样的话，也是在，如果是它就是响板的话，是不是那个小鸟听到它的声音之后就飞走？对啊，对，对不对？对，赶走的意思吗？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字。对啊，我的意思，古拉古了，这个快步走啊。老师，你刚刚讲快步走是不是？对，它是 R， 那是 R 的。哦，对，老师，我们把这个把它列进去哈，刚好。对啊，古拉古了是走很快呀，就很急忙这样，因为我每一步都很那个，因为有事情嘛，古了在那古了念这样，连夜赶回家。古拉古对不对 ？OK， 对，古了。好，老师，你这个我们先等一下哈，我们第二个来讨论那个古拉古，就是我们先回到那个第一个。所以老师，你第一个那个响板你没有听过对不对？没有，我没听过。松林大哥，你有听过吗？古拉古。我爱。所以就是我们讲的把杆的那个竹子做的破成一半，然后让它打，对不对？会叭的声音，我们叫叭呢。你就对，赶鸟器啊。老师，你是巴是不是 K 哦？对啊。K。真的呢，老师你看一下巴那个蔡中涵的字典，一个是鼓掌，另外一个意思是驱鸟器，没有错。对啊，对啦，巴了，我们那边叫巴。好，那我问一下现场哦，有没有人的部落的
那个方言别是用到古拉棍，是那个驱鸟器的响板。现场有人有会这个词汇吗？跟李在古马头老外的三米零那边的。有没有人会这个字的？古拉棍是古拉古尔的话就古拉古尔，古尔是蛙。都没有。那我们先暂时还是按照那个原来的意思哈。铜把 bug 就驱鸟器哈。好，那我们那个老师，那我们来研究一下你的那个 KOR 是什么意思？哪一个？你的那个 POR， 你的古拉库的古是挖泥土那个挖。啊，看一下哈 ，KOR 古对挖，古拉库啊，为什么古是挖古拉库就变成慢跑或快步走？古拉库是人的关系，因为有字啊，就这样，他就走得很快呀，就这样。很对，这个词汇很对，主顾也用得到，后面尾字的话。古是挖地呀。所以是挖嘛，对不对？好，对呀。我们看我们讲那个后面是叫做一棍嘛，对不对？对啊，一棍。还有那个拐杖的主顾也是顾，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棍也是俯视嘛，俯视就是由上往下看，对不对？棍，对不对？这棍，你这棍由上往下看吗？俯视。这个我没有听过呢，这个松林大哥，你那边有听过吗？这棍。好，你刚刚讲的是这个竹棍手拐杖嘛，对不对？对呀，竹棍。好，再来看那个一棍就是后面嘛。对，一棍后面。所以这个故事要抓很难抓。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棍儿，还有背后叫做棍儿，好，这个是ROR 不一样了，棍儿。我们看就有限的词汇去推论看看，棍儿。好像都是后面的意思由上而下。这棍由上而下一棍儿。你那个也要弄吗？一棍儿后面。松林大哥，你有没有想法？这个字很难推论，现场有没有人有？对，因为他也在后面的话也有主顾，往后看也有很多。对嘛？你看他那个一棍是不是后面？后面对啊，对嘛？棍，你看这个棍肉，这个是背后了。这个棍，这个字好像会有那个后面是背了。对，但是背就是在后面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棍好像有一点点是后面的意思哦，很像哦。一棍。好，那我们回到那个小白老师讲那个棍是挖嘛？对呀。挖的时候是不是把东西挖起来是往后嘛？对不对？
老师你看那个挖的动作是不是由前往后，对不对？由去前往弯腰嘛，对不对？去弯腰背对着人。对啊，我们是没有你想那个动作，你看我们挖东西的时候是比如说我们用那个小锄头嘛，这样子把它插到土里面的时候是往后拨，对不对？他是用锄头嘛，哈，嗯，对，大部分都是用锄头或是竹子这样子挖嘛，哈。对，然后那个过了的意思说，是不是把里边的挖起来，挖深起来？嗯，对呀，挖起来，对呀。那如果说是前后来讲的时候，那挖深的地方应该是那个地球的背面嘛，是吗？地球的背面。老师，你这样土地的背面嘛，天空的背面。哎呀，天空的背面嘛，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啊，面对的是天空嘛，那个挖的洞啊，嗯，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过了的意思说，把那个表面的东西给它挖起来之后啊，那个应该是那个动作啦，掘应该是挖的动作还是挖掘的动作，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背对啊？嗯，没有错啊。过了，所以那个我这是挖的意思，它应该就是跟挖这个动作有很大的关联。对对，因为都是背对啊。应该是下去之后啊，一定是有带土上来的嘛。对对对，那个一粒一粒的石头也好，泥土也好，那个已经包括泥土里边才会有一个洞啊。对，对啊，那个过了嘛，嗯，有带泥土的那个，在工具上是有带泥土的东西的啦。嗯，我的解释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对，所以老师你的意思也是着重在那个挖掘的那个动作，对不对？对对对，挖上来的那个后半段的动作啦。老师，那你看哦，你把这个字哈，good 你在想那个一 good 加一 good，你可以把这两个字连接在一起吗？它那个挖的动作是不是有一点就是挖下去之后，把它拉起来的时候是由前往后这样子，由前往后这样子挖的动作，有，对不对？嗯，因为我们挖的时候往后拨嘛，你挖下去的时候是往后拉，对不对？对，那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是说，就是说，那个我这样用描述的话，只能说就是插进去的时候再往后拉，插进去的时候往后拉，或者感觉是不是往后拉的感觉？这是人的动作嘛，吼。对对对对对，对，如果说你站在土地的那个的话，对不对？你挖进去以后拉上来的时候有土啊上来了啊，对对对，对啊，刚好是挖那个本来平平的泥土啊，对对，是不是在挖它的那个一棍儿的下面，一棍儿等于是那个泥土的一棍儿那边哦，后面那边哦，尾端啊，尾端，土地的背是不是？对呀，我懂你的意思。那它的 good 感觉就是那个呢，就是背的感觉，对不对？对背对对所以那个 good 其实就是后面呢。对呀，哦，对了，所以我们说以 good 就是后面嘛，对不对？对呀，所以你看那个一，如果我们把它翻成在的话，以 good 在后面嘛，对不对？以 good 的，那就是背对嘛，背对着人，永远都背对着。对对对，应该我们直接翻成后面了，我觉得。对呀，我觉得你一定会挖到那
那个工具最长的地方的最里面嘛，最后面的那个地方挖上来嘛。对对对，没有错。所以那个过了应该就是后面嘛。对，所以它过了，我们把它变成后面。好，那现在哦，我们再把它回到原来的正题哦。老师你看哦，咕啦咕有没有？咕啦咕你这个咕啦咕，怎么变？那我们等一下哈，我们让它跑一下。所以刚刚不是快步走的话，就是咕啦咕，对不对？咕啦咕啦，对，慢跑或者是快步走。对啊对啊。那它这个是不是就是已经没有看到影子了啦的意思了，后面都没有注意到了啦。对呀。哦，这老师我在体会你的意境呢，就是说，老师已老师，经哎，老师，我猜到了，你知道吗？老师，你看我们的脚有没有在前进的时候，那个是不是有点像是我们在挖土的时候那个动作？你想象我们在挖土的时候这样挖，有没有？棍不是挖吗？你看到，如果一个人在慢跑的时候，他的脚一直往前走嘛，他那个脚的感觉是不是很像在挖地的感觉？有没有那个？也可以这样子讲啦。对，如果你看那个跑步的，你从侧面看呢，如果他是一个黑影的话，你们想象那个画面，他在慢跑的时候，他的脚是不是很像在挖地？那我们在用锄头挖的时候，也是跟那个脚的那个曲线有点像，对不对？差不多了。有没有那种感觉？有。所以老师，我觉得这个棍很像，也是一个挖的动作，对不对？因为你在跑步的时候都会扬起灰尘，挖土过来灰尘你了，对不对？也是挖土啊，挖到土才有灰尘啊。好像，所以我们把棍把它翻成是挖的话呢，合不合理？哇，过了，应该可以。可以哈。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觉得我们的推论哈，你有别的意见的？我们现在哈有两个意思啦，就是一个是后面，一个是挖的意思。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它，就是说这个比较精准的翻译，我们就把它可能的翻译都先写上去。一个是后面，一个是挖的动作。所以，因为那个挖东西那个动作，那个我们看那个锄头在挖地的时候，我们跑步的时候那个脚啊，特别是你在慢跑的时候，那个脚感觉很像从侧面看就好像在挖地的感觉。就是我们用咕啦咕就变成很像在慢跑。有没有觉得不合理的可以提出来？我们这个都是在推论跟假设哈，这个没有标准，没有说现在就是正确答案。如果有人有不同的建议，可以马上提出来，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灵感啊。有吗？现场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两个答案里面有一个是对的，不知道是哪一个是对的了。对对对。各位同学，请提出意见来，好吗？不要光在那边听，好不好？你想到怎么讲嘛？好，可以哈。我刚刚想到一个那个闽南语的歌谣，很好笑。他说 “good 啦 good good 啦 good”，也是一样啊。他是写我们他也是挖掘啊。对啊。对啊，这个到底这个是谁学谁很像，有点像。好了，老师，那我们暂时先把那个 good 翻成两个意思一个是后面，
哦，因为一棍嘛，一棍就是在什么后面嘛，哈。啊，那个挖的话就会变成是那个一个动作。好，老师，我们看87，第87个莫拉莫摩拉莫，老师你会觉得这个什么意思？含东西呀、在哦，嘴巴，哦，圆的那个糖果啊，含在嘴巴，莫拉，mate dia ai alitama 哎，莫拉，哦，对对对，他这边有写，就是含在嘴巴让它融化。老师，这个是不是用在吃冰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在吃冰的时候会用这个字。对啊，对啊，咬一大口，然后让它融化嘛，哦，啊，莫拉就含嘛，哦，含着，然后让它融化这样子。对啊，还有一个小时候常常吃的那个，mana tu kaya oli masola ya ko. 阿里达嘛，alitama ai alitama 阿里丹玛是什么？一个圆圆的糖圆的果，以前的糖果啊，一个圆圆的糖果，硬的那一种吗？对对，对啊，很硬的，对啊，蛮硬的。哦，那个我们有我知哦，那个叫它阿里丹玛。外表有一种砂糖啊，哦，有，我有印象了。嘿嘿嘿，现在好像alitama 现在只有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干嘛点嘛，传统，干嘛点还有对，卖。还有在卖那一种。对对对。哎，好，那这个应该大家都有概念哈。那我们来猜一下它的那个木耳。木耳，对，木耳怎么？它应该是。应该是用舌头去搅，在嘴巴里边搅拌的那个木耳。我说你说木耳就是那个舌头搅拌的动作，是不是？那哦，老师，你看你这个解释哈，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字典里面的杂木耳，杂木耳，混合，它这个就是混合混杂参与其中，就是嗯就是就是整个搅在一起的感觉，对不对？你说你的舌头对啊，跟那个把它对啊，搅对啊，在一起的意思，是不是？对啊，有点就是把很多东西放在一起混在一起的概念，是这个意思吗？对。哦，那这个老师你看你这个字哦，然后你再找一个 M 末的圆形啊，就差不多了。圆哪个字圆的哪个字？ M 末啦，圆形啊李目录， ，M 末了，M 末了，你们叫 M 墨了，圆圆的。哦，圆形的哦，吉木木是吉 M 末后面都一样啊，吉木木，那一而已，一而已，没有 G，没有 K 啊，我们哦叫没有圆形 K，没我有们 K，叫吉摩洛呢。一的没有没关系，它应该是方言的问题，它那个菜中对对，版有吉木木。那我们这个好，我们想哦，圆形哦，现在就是要有一个跟我们刚刚的那个含在嘴巴里面，嗯，然后融化，跟这个木木是圆形哦，有什么连结？想一下，就是刚刚老师讲，小白老师讲的，就是要用舌头去搅拌，把它一直慢慢融化就吃到那种概念。如果太硬的话，也还是要用牙齿咬啊。还是咬一下啦。我给压力大嘛，哇，还蛮硬。任何东西但我还是有点连不到起来。嘴巴里，不过都是用舌头老师，去动嘛你们要不要。再多解释一下？说这个，因为吉木木是圆的嘛，啊，木拉木是含在嘴巴让它融化，然后这个圆形跟融化哦，它的关联是什么？就是说有没有？我相信那个舌头它的动作是搅拌的，不是左右哦，它是用转的哦，是圆形的一个绕的动作，舌头啊，就是把嘴巴里边的东西就慢慢的给它
给它搅拌哦，它是圆形的动作，舌头啦，它不可能一直含在那边不动，会流口水呢。当然啊，来是，它一定会动啊，那个舌头。我记得我那时候有想，对了，啊，它的舌头方向是以照圆形这样子去转了，这样。就是说他那个抽汤圆的那个动作啦，那个手的动作啊，就好像有一点就抽汤圆的那个动作是圆形的，不是只有左右哦，是它让那个东西在嘴巴里边就喊的话，就是舌头就是一个圆形的动作，这样子转，滚动哈，应该是滚动啊。滚动，哎，对，老师，我刚刚看到这个字，我也觉得那个木里可能有滚动的意思呢，哈。对，应该是滚动，一定会让它滚动嘛，对，要不然会一直流口水呢。对，当然啊，来是的，有接近哦，这个木，因为你看到那个马木路或者是马木利，这个有木的感觉，有一种滚动的感觉。滚动，对，我们刚刚讲那个，我们含的糖果在那个嘴巴里面，其实是让那个糖果一直滚动，对不对？对，它才会。那老师，我问你们，什么东西可以在路上滚动？正方形的吗？还是长方形？还是圆形的？什么东西？我说什么形状的东西可以在陆地上滚动？你木来？对呀，对不对？对啊，所以这个木应该是圆形的意思，对不对？不是，对不起，滚动的意思。你可以写2个嘛，一个圆形，一个滚动都可以，应该没有圆形，它已经是意思很鲜明了，我就不能用它的。那就我们抓那个木耳的话，就是滚动，滚的，对，滚动的意思。好，我们暂时把它推论现场有没有觉得？因为正方形的没有办法滚动，没有要啊。而且其实正方形的东西你含在嘴巴含久了它也会变成比较平滑，圆啊，对，也会变成圆形啊，慢慢会比较接近圆形啊，就是就算是正方形，你含一含，最后它也会变成接近圆形的感觉，椭圆啊都有可能，比较没有那个棱角这样子。对。要不然的话，那个牙齿会帮忙咬啊。对呀，所以你要想想看，阿美族人在形容圆形的时候，一定是它这个形状它就根据那个动作去描述它的特征，就是会滚动的东西会是圆形的，对，你方形的不会滚动啊，圆的才会滚动，对不对？对啊，所以木才会变成圆形的意思。这样可以小白老师，你讲刚才那个可以，牡蛎是一样的啊，牡蛎是转啊，对呀，啊，所以那个有木的话，感觉就是有转动或转，其实滚跟转我们一起解它一样的概念，滚动跟转动对，滚动跟转动这样可以小白老师，那我们暂时就用这2个词汇来代替那个木的概念好，那我们现场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感觉好像比较合理啦，这个感觉就比较合理了。可才叫人啦，对，因为大家不好意思啊。什么东西？对，这个苏拉素了。好，下一个老师，我们看一下，对，88个苏拉素，对，打手枪啊。那个动作就叫数啦，干嘛？这个是教育呢，要诚实好不好？这个要教育，要诚实一点了。真的呢，老师你讲对呢，这个是自卫自读啊，就是这个真的也要传承的。数了是串起来。
那个索拉素是打手枪，哎，对，因为这个是教育要老实讲，不要不好意思，好了，哎老师，我们哎，再加一个古纳古好了。那是屁股的动作啊，等一下，不急，我们先看一看，小白老师，你刚刚讲那个数是什么串嘛，对不对？串嘿，老师，我完全可以体会那个数拉数是那个手淫的动作，它其实你把手跟那个想象的，它就是串起来的意思，对不对？对了，数的是串起来嘛。对不对？你就是用把它串起来，那个感觉就，你看哦，我们有很多贝壳嘛，我们用线把它串起来，是不是？就是有点像我们手部那个动作，你们自己想象，我不要描述太多，它其实就是串起来的感觉，对不对？对啊，你手术就是把它串起来哦。我们这边现场应该都是成人，应该听得懂哦。串起来跟那个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不是很优雅的动作哦，是很像的，对不对？那这个顺我就觉得是串的意思。小白老师应该没错哦。我等下没下给大家大肠包小肠啊，没有啦，大肠包小肠比较不一样啦。那个串哦，它是有一个圆环，就是你就把我们的手当成是一个圆环的东西，那个东西从中间穿过去了，就是串的概念嘛，对不对？我知道了，我们在洗那个肠子的时候，叔叔还用一个什么哎，竹子对，啦，这样子，叔叔还那个猪肠有没有？叔叔对，还把它洗干净。对，那个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阿美族也是用那种别种的那种就是动作去模拟那个不雅的动作嘛。苏拉素其实就是串的动作了，这样合理哈。现场应该没有人会反驳哦，这个动作可能你是女生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就是说他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子。小白老师，那我们翻成串没有错，对不对？串起来。串说得通了，因为我们在还你要把手术连在一起的话，真的是串。对呀、哎，小白老师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他的声音关掉了。不好意思，有了，老师你这个主题你不好意思讲。老师，我们翻成串的话，应该这个动作就可以哈。对呀、这个很合理，因为这样子完全可以联想。那个 OK 串珠啊，那个女生在串珠的，对啊，叔叔叔啦，很叔叔啦。对，串珠，嗯，啊，很好，这样没有问题。这个我们应该没有多的悬念，应该是这个动作。好，老师，应该没有。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嘎拉嘎，对，嘎拉嘎尔，嘎啦嘎啦嘎是那个啦，嘎跟嘎啦嘎我就不知道了哈，嘎是那个用那个锄头啊，把那个很多石头的地方啊，就这样子挖掘啊，就在石头的地方啊去挖，那个叫嘎呢。老师，你讲的是 D 还是 L？你的念法有 D 的感觉？嘎不是，等一下，老师，你讲的是这个字啦，嘎，对不对？对啊，挖掘。不是这个字，是 L。哦，嘎啦嘎，哦，嘎拉嘎，就是心急。老师，你有没有印象有这个字？嘎啦嘎，嗯，嘎啦什么嘎啦？荆棘吗？我没有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松林大哥，你那边你有没有听？你有没有嘎海岸线有没有这种讲法？嘎拉嘎，啦嘎啦嘎啦嘎就是很像就是心急啊。嘎啦，所以这个讲法你有听过哈？
嘎啦嘎，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长嘎啦嘎，好，没关系。如果那个松林大哥有听过的话，我们就假设他成立哈。嘎啦嘎的话，嘎啦嘎啦嘎，嘎啦嘎，嘎啦变成延伸到嘎嘎去。对呀，那个嘎啦嘎是不是很粗糙的意思啊？老师，你念那个 H 的音，嘎嘎嘎嘎，有这个字，对呀，很急的意思。对啊，变成延伸到很急躁啊。它这个跟 L 是一样的意思，嘎啦，但是它有加个 A， 变成嘎啦嘎。老师你们那边是不是 H？ 你们那边是不是 H 嘎嘎？我们也是 H 啦，嘎嘎。是哈。那个嘎啦嘎是不是表面很粗糙的那个意思啊？老师，你再念一遍，嘎啦嘎啦嘎，后面变成 H， 嘎啦嘎，最后一个字变成 H 了。嘎啦嘎，嘎啦和嘎没有这个字呢。嘎啦嘎，嘎啦，就比如说像那个锉刀的表面啊，它不是很粗糙吗？对，一粒一粒的嘎啦嘎，那个啊吗？哦啊，嘎啦嘎，嘎啦嘎，对啊，嘎啦嘎。好像没有呢。看 L 有没有？嘎啦嘎啦嘎，粗糙哦。对呀，很粗糙。那个手啊，有时候握手的时候，哎呦，嘎啦嘎混啊，嘎买猪这样。哦，做出工啊，嘎啦嘎，粗糙，是吗？好像没有呢。嘎啦嘎。哎，老师，你再念一次。嘎啦嘎，嘎啦嘎。刚刚前面的时候，你们有念对，就是说你做事太急躁了。呀嘎嘎，不是，嘎啦嘎，嘎啦嘎是粗糙。嘎啦，对，哦，刚刚那个谁，凯明老师有念。你说嘎嘎啦嘎嘎嘎嘎是不是？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做事情啊，没有那么稳，意思就是说你太急躁了，没有耐心了，没有耐心，你太急躁了。嘎啦嘎嘎萨古达亚里说，嘎啦嘎是粗糙。哦，对。所以这个字典没有这个字呢，是吗？所以嘎啦嘎是粗糙的意思嘛，对不对？对啊。对，嘎啦嘎是粗糙，嘎啦嘎的意思有意思，就是说你做事情太急躁了。哦，对。Macam tu ya kakak dan aku terima kecoh. 嘎。所以它还是有嘎的那个概念在哈，没关系，这个字我们知道哈，嘎啦嘎就是粗糙的意思。那嘎就是急躁的意思嘛，对不对？对，嘎萨古达亚利索这样子。所以它也可以加 a 呢，嘎哈嘎也可以。我们那边粗糙叫咋的嘎。哦，哇，越来很复杂嘞，所以我们对这个急躁的描述有很多种讲法哦。那好像都有这个嘎的这个字，对不对？嘎的音哦。对，所以这个嘎我们来猜哈，没关系，我们就依照它的嘎，没有这个字哦。我们刚刚其实是推出来是另外一个字哈。嘎啦嘎是吗？对，我们本来是 L 啦。
嘎啦后来嘎，小白嘎啦老师嘎了，对，嘎啦嘎了，现在变成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我们把它改成 H。没有，我们今天改 H 就好了，因为就你们比较熟悉的。那这个嘎就是你们怎么解释会比较贴近它的意思是？哎，有啦，你们看哦，我点给你们看了，它有呢，扎的嘎是粗糙，扎对啊，对扎的嘎喊嘛，扎的嘎，还有阿的嘎和扎的嘎有2种。嘎啦嘎，嘎啦嘎，好，那没关系，我们现在把那个嘎把它的意思找出来哈，因为嘎是很急躁的意思嘛。那个我们那个什么，这个嘎就我们猜猜看它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粗糙的感觉？那个嘎，有没有那个急躁的感觉？嘎，有一点蛮难过啦，很粗糙吧？做事情也是急老师躁。你看这个字哈，这嘎，我们是不是有讨论过这个字啊？我现在突然想起来了呢。有嘎，初夜，那个嘎就是有一点，为什么会很急的时候？因为这嘎就是你第一次嘛，你会很紧张、很急。有没有？所以说这个嘎上次就有讨论过了，好像有讨论过，我找一下。有讨论过了，嘎有讨论过了。所以他是因为是第一次嘛，所以他很急啊，好像有呢。有，我记得有。要不然的话，他们会讲咋呢？咋呢？很急躁啊，咋是呼吸很急促啊。不过来，咋是很喘吧？对，咋是你气喘不过来。哦，也是很急躁的意思啊。有啦，你看我们找到了37之81了，有没有？我现在找到了。之前就讲过了。其实我们也是因为看到这个字叫做这嘎，就是初次的经验嘛，第一次的经验有没有？因为你第一次总是会很急，所以那个嘎我们就把它翻成急躁的意思啦。对了，所以这个我们讨论过了嘛？这个讨论过了。对，不过我们这样的推论也会推论到原来的，表示我们这样的推论很有逻辑性嘛，对不对？就回到前面看得到。对。OK， 那这个我们不用讨论了，这个就已经我们讨论过了，所以它是急躁的意思了。那个嘎就是有急躁的意思。对。好 ，OK 啦，那没关系，我们现在8点08分哦，我们休息到那个8点13分，对不起，8点18分，我们等一下回来会讨论我们今天就是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部落的命名的规则。我们开始要研究我们部落怎么命名的，还有部落里面的阿少有几个。你们那个部落的阿少有几个？好像5个，5人。5个是不是？都古尤安、穆纳列、阿少也是算一个。OK，所以你们有5个，对不对？好，对。那没关系，那我这边先做一次哦，大家就知道那个逻辑了。小白老师已经回来了吗？小白老师是不是去上厕所？厕所也下去了。好了，我们不等他了哦，等到他回来我们再开始。好，现场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哦，提供你们部落提供你们部落的阿少哦，跟你们部落的命名哦，如果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哈。好，我先示范我的哈，因为我的部落很小比较简单哦，我是住在长滨乡的，点进去哈。好，长滨乡有几个部落哈，我这个参考资料是来自原民会的哈，所以这个命名哈，并不是我们自己去填掉的，是原民会可能
邀那个学者专家去做部落调查的命名哈。那我们不见得会完全以他们的为主哦，还是以各位讨论出来的版本为主哦。那来看一下我的部落哦，最后一个哦，它可能是长滨最南边的部落哦，应该是，不然怎么会排到最后一个？好，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叫做不爱啊，这桥。对呀、应该还有哦，你看它这个就漏还有掉了。不爱这桥啊。对呀、好，没关系，我们到时候把它补上去。那个16哈，大家看一下那个画面16，我们点进去哈，他们的命名叫做胆曼哈，胆曼哈这个字哈，应该是有意义的哦，只是说我知道阿美我们那个胆曼哦，它的原来的那个名字哦，应该是读恩曼才对，暗暗的暗的意思，暗暗的。对。我今天下午还有不知道李进信老师有没有在线上哦？我今天下午有跟他聊天，那个他说哦，我们应该是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是达，前面有一个达，然后后面是读恩曼，我不知道有没有拼错，我先看一下那个暗是不是读恩曼？慢是暗啊，对啊。对，要有一个喉舌音嘛，对。有没有？读慢。怎么找不到？我看一下哈，我们看它这个有时候找不到，我们用那个秀姑峦的找找看，对吗？所以那个钟林大哥读恩曼的，你的解释是不是天气暗暗的叫读恩曼？对啊，暗暗的。天气嘛，主要是指天气吗？也不知道那时候是天气的颜色还是天色哈。有这天色。OK， 好，我这边就没错，我拼的是对的啦，对，读恩曼。好，那个我今天有问那个，刚刚好有遇到那个谁，那个李进信老师哦，他说叫胆曼的意思哦，就是说，他说应该是说前面有一个打读恩曼，那个后来念快一点变成胆曼，他说加一个搭的意思就是说就快要晚，就快要天黑了，打读恩曼，所以。我有一次，我有一个学长以前是阿美族的，后来变沙提莱雅，就是说他以前就有讲说那个他们以前去部落访谈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第一代的族人迁徙到达曼部落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个天色已经快要变黑的时候，他们就说哦，就描述那个地方叫做达曼。那跟那个李进兴老师描述的是很贴近的，就是因为天色快要暗了嘛，那个地方都暗暗的，就说打读恩曼就最后变成胆曼，是这样子来的。好，那我们的雅少我就直接写在下面哦，我们的雅少不多啦，只有3个而已。我们的雅少有巴吉拉。还有那个吉维迪安，对，还有吉维迪安，对，还有一个是我妈妈那边的哦，沙西布安，沙西布安，对，沙西布安，对。好像是鸟巢的意思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个日本人已经有帮阿美族人哦，我们看那个画面哦，大家如果你是手机的话，把它滑一滑就可以放大了。你看第一个哦，就是巴吉萨，就是太阳之子哦，太阳的氏族哦。第二个是吉维西安哦，
尾地是水质的意思嘛，尾地。基维西岸就是有很多水质的地方。第三个是拉朗厄斯哈，那你看哦，第四个叫做沙西布岸哈，就是鸟巢的意思。所以我们那个虽然我们的那个达曼是小的部落，但是它是因为它这个排序哦，就是越前面那个人数越多啦，所以我们刚好就是人数的前四大人数的那个其中3个氏族哦的结盟。所以我们是把吉大、吉维提岸跟萨里布岸3个氏族的结盟，形成我们现在的达曼这个部落，大概是这样子哈。好，我的介绍完了哈，小白老师要不要补充？好像你有比较不一样的看法。你说你曾经有跟我解释那个达曼的它的那个由来，那个达曼的可以讲说，你刚才的那个说法是对的啊。对的哈。就是啊，因为那个往台东方向的时候，右手边的地方那个山比较高啊。对对对，到黄昏的时候，那边就已经暗了啦。没错没错，对对对对，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我听那个老人家讲说，就是因为那个地方那个什么公路旁边那个山比较高哦，所以到那边的时候以为很暗了，所以他们就打慢了。对啊，至于说他怎么演变成打慢这样哦，我就没有什么说法了。对啊，就这样而已啊。我问一下那个松明大哥哈，刚刚小白老师的描述啊，因为我们那个海岸线的阿美族哦，海岸阿美，它其实是在那个海岸山脉的东边嘛，对不对？其实我们的太阳是从海边升起，那我们的太阳哦，只要掉到那个山的下面的时候，整个东面都会呈现比较暗的状态。天色就暗了，你住东海岸是有这个感觉吗？就是说太阳只要掉下山的时候，另外一面就会呈现比较暗的状态，是不是？对，会齁。对，所以我们只要在因为有那个海岸山脉嘛。对。所以那个小白老师这样的描述应该没有错齁。对啊，那应该这样。所以其实他这个应该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代的族人迁徙到达曼的时候，其实刚刚好就是日落的时候啦，对不对？才会去描述那个地方叫做多恩曼哦，打多恩曼可能就是快要天黑的感觉啦，对不对？打多恩曼都对，这就是达曼。好啦，我的解释有参考那个李进信老师的，还有以前我的学长，那小白老师的说法应该也是有吻合的。OK， 那应该有没有其他人对达曼部落的这个的说明有其他的看法跟意见的？没有哈，太好了。好，我们线上如果有的话可以先讲自己的小白老师，你要不要先讲你的？我先回到你的那个关山镇的老师，我先请教一下，你们怎么讲关山镇？这个因为那个今天我都没有回答那个赖群组里边的问题啦。对，因为关山镇那个地方呢，都没有阿美族的部落在那边。在关山镇区，那个是干藏是外来语日语啊。那个汉人啊，都在那一带。然后呢，德高啊，大部分是在那个什么关山镇的北边一点的一个部落嘛。那个是，所以呢，电光就是顶孤立嘛，对不对？不是，打案，
所以那个我先讲哈，我们先讲关山镇，如果是不是没有阿美族的命名？对，是有啦。可是当我去发掘的时候，去做田调的时候，有一个在1874年的时候，电光那边就有电光部落阿美族的部落了。嗯，哎，然后呢，它的前身就是从关山那边到电光嘛，到嘎达烂嘛。为什么会搬呢？就是因为在关山那边他们住了7个月，可是那个地方有一种红虫吸血虫啦，很像蚂蚁这样的，会吸人体的那个血这样啊，那个叫地浪，地上哦，地浪，他的那个名字啊，老人家就讲说地浪啊，123，地浪，就是一个红虫才会再去寻找那个电光嘎达烂的那个地方。你看，对呀，地浪是那个柿子啊，对，应该就是会吸血的那个狮子，对的，对。对，他说因为在那边7个月之后，就全部搬到那个到嘎达烂那边了，到是这样子。电光，所以那个关山镇第一个根本没有阿美族的部落在那边啦OK，没有人居住过，所以没有取名。如果真的要取名的话，应该要我们的部落里边的老人家都在讲，那个就是地浪这样。会这样子取哦，地上哦，OK，哎，对对，关山那边的话就地浪这样。OK，这样比较好啊。这个是阿美族对关山镇的一个取名的方式嘛，地上哦。对，因为那个他们为什么搬到嘎达烂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虫，会吸血虫，所以才全部都搬到那个嘎达烂那边，因为他们也发现那边有一个泉水，那个山上的水啊，泉水啊，然后全部都搬到那边去了，这样。所以那个什么德高那边就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打鼓饭嘛对，因为从那个原因是从台东火车啊，从台东要出发到花莲的时候啊，火车的声音呢，他会讲了大鼓饭这样啊，那个声音，火车的那个声音呐，听得懂吗？我知道，有那个是就每次，因为那个地方刚好是斜坡啊，往上爬的，所以那个火车比较慢，所以呢，它那个轮子会叫出来的声音，一听起来的说大鼓饭，所以他们就叫做打鼓饭呐。老师你看哦，等一下，老师不好意思，我先打断，你看哦，你刚刚讲的那个地上哦，现在他们鹿野乡的命名也是叫做地上呢，跟你讲的是不是同一个字？那个丁啦，鹿野那边叫那个丁啦。所以鹿野叫丁专门称那个以前老人家种那个甘蔗啊，白甘蔗啊，要称的时候都到鹿野那边去称啊，所以叫做丁案啊，对啊，要加一个案吗？丁案，对啊，地方啊，好，没关系，老师，那我们现在先确认哦，第一个关山镇的念法应该是地上，对不对？地浪，OK， 好，那我们进去看你的部落它这边总共列出5个部落了，应该不止啊。那没关系，
老师，我们先针对你的部落哈，你刚刚讲你的电光部落好像不是这样命名嘛？不是，老师，你念一下你的电光部落，你刚刚讲的。嘎沙沙岸，嘎阿扎阿扎岸。好，老师，你解释一下那个为什么叫做嘎沙沙岸呢？哈，因为啊，以前那个卑南族的人认为他们我们一直到池上这边哦，都是他们的传统领域啊，所以都要收税，都要纳贡就对了。哎呀，所以每到要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把他们当作说敌人嘛，阿扎嘛。你来东阿扎这样啊，所以到后来就阿扎萨，我们就知道是他们嘛，阿扎扎。因为每次都要收税啊，所以呢，那个老人家就会讲说，来多不拿阿扎，啊呢，就会常常都会不定期的过来收税就对了。所以老师，你们那个时候都会，应该是电光部落那个时候都会把卑南族人视为是敌人，对不对？对。所以才会形容那个地方，他们在收税的期间，或者是平常都会用不同的手段。看到他们就知道敌人来了啊，我们称他们为敌人啊。因为他们本来就很喜欢欺负别人嘛。如果现场有卑南族的，不好意思，我们只是在描述。对啊，所以我们那个部落看到了，所以那个老人家才会讲北东那扎，就这样。后来说这个地方就是老人家就说啊，嘎扎兰给他这样。OK， 那这样了解。那老师这样子描述很清楚的，应该大家就知道电光部落周围是有卑南族人的影响，才会用这个方式命名嘛，对不对？对，我们以前听到的丁古利啊，或者是其他的都是怎么命名？那个顶古利是从那个什么日语，应该我们那个从1874年开始的话，先来清兵嘛，后来的话，有日本人嘛，还有民国了嘛，哎呀，所以那个时间都有他们的，比如说像电光部落，日本的说法叫 Hinode 啊。我知道，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是用这个字啊。Hinode 那是日本的那个，叫日出段嘛。日出段 Hinode 嘛。清兵来的时候，那时候是清兵来的时候是叫做雷公吼嘛。他说，因为我们那边那个地方哦，从关山那边看过来的时候，到了晚上会有灵火啊，很亮这样啊。后来那个台语人啊，他就会说，雷公会，雷公火，就这样子来。后来又被到民国以后，又变成又把它连起来，连公和电光这样子来的。所以后来一般人最常跟你们电光部落命名的就是顶古利嘛，对不对？对，电光里吧，电光啊。那个顶古利那个利就是礼的意思，是不是？对。那个是礼的意思哦。对呀。OK， 好，没关系，老师，大概我们已经很了解老师你们部落的那个命名的规则，就嘎阿萨法案应该是最符合你们部落对这个部落命名的规则嘛，对不对？对呀。OK， 那这样我们就有点证明的啦，因为他好像外面都不是这样称呼。那老师，你知道你们部落，我知道你们部落有8个氏族嘛？那有哪8个氏族？巴吉拉、吉维利安、
老师，你等我一下哦，我直接给他移到旁边比较快。突然之间，我们那个3个的哦，你们8个的很多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什么，那个维基百科哈。老师，你第一个是巴吉萨哈，还有呢？吉维利安，还九里亚。有那个想象也有哦。老师不能很像没有来，要确定的。那个有有。还有那个叫什么？构树怎么讲？马路浪。马路浪哦，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老师，你等我一下，我现在对着那个什么，就是日本学者就是找到的马路浪哦。马路浪有没有这个日本学者？哎呦，老师我看到了，鲁浪嘛是构树嘛，马路浪第19个哦。好，老师还有呢？马路浪还有我们的达里萨干。达里萨干，我看一下，哎呦，是第38个对不对？老师，你看一下那个达里萨干，他们给你们那个不知道是谁解释的，叫做放开的意思，有这个意思吗？你看一下第38个。有。放开的意思哦。应该是草鞋，我有时候在想。没有关系，老师，这现在已经是第1、2、3、4、5，还有3个。宝岛湾哦。有这旁边。宝岛这个它用 O 呢。OK， 我们到时候再修正哦。还有没有？还差2个，1、2、3、4、5、6。什么我忘记了呢？老师没关系，你看一下这个画面哦。你看有没有看得到的？老师，你们那边有没有那个蔡中涵的氏族？蔡中涵。嘎杜拜，嘎杜拜有吗？有吗？有没有？嘎杜拜有没有？好像有哦。还有嘎吉巴。等一下，你确定有的？老师，你说嘎什么？嘎吉巴。嘎吉大，我看一下在哪里。如果眼睛厉害的话，帮我看一下，我的眼睛这样有点花呢。嘎吉大哈。等一下哦，我用这个搜寻的比较快。嘎吉哈。哎呦，老师，你讲的是嘎吉独路吗？不是哈。不是嘎吉独立，不是哦。嘎吉巴。是牛车啦。没有呢，哇，老师，他们没有调查到你这个氏族呢，嘎吉巴哈。可能是后来牛车就嘎吉巴那个。牛车啊。那个牛车后来是那个轮是铁的。所以有这个名字 OK 吗？那个李老师，你刚刚有讲那个嘎吉巴。对，牛车，从最原始的牛车，后来就是这个有铁放那个轮外面，因为加上了铁，叫嘎吉巴。后面后来再它的外围再加上一层铁啦。对，沥青的啦，有沥青的。那个车轮啊，有沥青啊。嘎吉巴。好，老师，最后一个，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印象？你刚刚说那个吉嘎杜拜，你有印象哦？好像有，那就这样8个了呢。老师，你现在我跟你确认哦，你每一个都帮我确认一下。第一个是巴吉萨有嘛，对不对？吉安有吗？拉拉涅斯有吗？有。马鲁浪有吗？有。
达里萨干有吗？对，宝达万宝达万有吗？嘎吉巴有吗？还有对这个吉嘎杜拜有吗对啊， ？OK，好，老师你简单介绍一下你的氏族。萨干，对，我的氏族是从那个什么，我的奶奶那边拿的啦。哦，母我的系社会爷爷的，是马路浪的啦。哦，马路浪的，我的奶奶是那个达里萨干，她是从马兰那边马兰姑娘嫁过来的啦。哦，她是这样子来的。对呀，所以老师你的你的达里萨干是你那个祖母那边的嘛，对不对？对，所以你这个好像是师承你爸爸那边的呢，不太像一般的母系社会，对不对？怎么讲啊？因为我爷爷娶过3个啊。哦，后来又去把那个奶奶又娶回来了啊。哦，我了解了，所以比较复杂啦。OK，对呀，对呀，是老师，你说你另外一边是马路浪嘛，对不对对对，我爷爷那边的。？OK，达里哎呀，萨干马路浪。OK，那这样 OK，那谢谢老师哈。大概老师你这个，我们一般阿美族8个氏族的话，就算大部落了，对不对，老师？应该是对。好，那现在因为从以前的话，我就说嘛，我就查过我们的年龄阶级那边还有头目的交接仪式，从1874年就有了。那个部落就已经有了，到大概80年的时候就有年龄阶层了啦。哦，对呀，所以那个后来我就问说，哎，这个地方怎么会那么？以前在纵谷来讲，只有好像那个嘎达拉那边是算是最老的那个部落啦。阿美来讲，在纵谷哦，不包含那个什么布农族啊、卑南族啊什么的。再下去的话，就是马兰部落了啊。以前纵谷的话，大概就是这样了。再来的话，就是直上了。哦，对呀，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说，哎，奇怪，他现在怎么那么多部落，怎么不人多嘛？最早期的时候只有好像就3个地方这样。那这样蛮清楚的啦。OK，那我们现在就是电光部落大致上电光部落的命名蛮明显的，因为周边有卑南族，所以他会用嘎岸。那电光部落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部落，所以有8个氏族好，谢谢那个小白老师哇，我们一开始就有那么多氏族名称，不错。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李老师李进兴老师老师有在吗？有。OK， 老师，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现在我们是到台东县的长滨乡，那长滨乡我们一般是称嘎嘎早万这个词汇正确吗？正确。老师，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长滨乡为什么叫嘎嘎早万？这过去应该是从满清末年那一段时间呢，长滨才是一个有聚落在那个地方。那从长滨一直到进补，这中间都是空的，所以过去说乌尼尼萨西夫安诺尼亚罗乌比阿鲁班鲁嘎巴沙，过去是这样子。所以这边最前线的地方就是在长滨这一边，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现在长滨国中立的学校的那个地势往海边伸嘛。所以他可以看到南边这一边沿海一带，所以过去在瞭望的时候，那边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过来了，所以那个地方叫比嘎早万比嘎早万，
比卡扎万走卡卡扎万对吧？所以很多刚才跟那个小白老师讲的嘎按了按了按，很多就是那个嘎，我们就知道嘛，要的仪式嘛，要做什么的地方嘛。对对对对，所以比卡扎湾嘎按了按了按，就是那个按了会来过来驱使一样的道理。我觉得呢。大家说的那个国了，九江岸喊的那好。好，老师等一下哈，我跳进去哈。我们现在长滨乡跳进去的时候，总共有那么多部落哈。老师，你是九江岸是第几个？我看一下。长光第6个。好，老师你来说明一下那个长光又括号石坑部落。老师你看一下它这个九江岸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老师，请你说明一下。好，我应该是先从这个来的这个时段先讲。这个石坑，也就是因为港口3大事件的第1炮的时候，就是在长光跟陈子埔的东边发生了这个争执，就是跟那个满清末年的军队那边打起来。其实这以前都已经有印朗了说他们要清，所以这边的嘎巴都有派到长滨这一边了刚好就是那一段时间就是在长光跟陈子埔下面打起来了。那这个石坑的由来是因为在陈子埔的上面有一个坡地那边有个这个高地了有住了些几户的人家，2户到5户。那因为听到了这个枪声之后呢，其他不知道逃窜到哪里，那有2户就跑到了它的南边，也就是现在长光北边河床上的一个大石头。所以那边有个可能可以掩蔽啦，他们已经怕到这种程度，掩蔽在这个地方。那过了这件事情之后因为陈子埔这边那时候也有散落的这些马卡道的平埔族啦。老师那边有马卡道人对，平埔族人你不给多位什么他们都已经不会讲他们的话了，都是讲这个闽南话了。那因为他们会经过这个地方嘛，就有时候到河边怎么样？因为有人住在那边所以他们就说，到那个九康下那九康石坑就是九康九康是闽南语的石坑对，所以并不是我们那个族人去命名是石坑，不是，而是他们在说有人住在石坑这一边，大黑了九康呀，这样子。那因为事后这件事情之后那从进埔跟大干埔这边知道说这边有亲戚嘛，所以陆陆续续的搬到那边。后来因为那边那个河床这边不够你去耕种嘛。太多人了，然后呢，就移到了旧址，就是我到长光之前的一个地方，就在山路底下，山脚下，那边有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刚好就跟真饼就是隔一条河，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阿少都是来来往往，因为这隔一条河嘛，所以过去的老人非常的少。哪一个是亲戚很清楚，所以那一段时间，真饼跟这个长光是可以说是都有连结，而且又是很密度很高的。有米萨多伦或是做什么，你大浪都发机，这样来来往往就隔一条河而已。那因为这个时候慢慢的长光那边那个石坑这一边的旧址。人数越来越多，住户也多了，然后就有的分到比较南边，那个地方叫达古廖。达古廖。对，那个达古廖跟我们那个翠云老师的高粱是有关系的吗？这我就不清楚了因为他们是把那个地名叫达古廖的意思是在这里。
所以是不是因为跟河流有关系？我还没有去实证就对了，是不是因为跟打鼓绕有关系？好的，跟河流的个地形是不是有那是什么叫什么？就银河的意思啊，就是可以控制这个地方地带的地方，可能别的地方可能就不好走了，可能那地方刚好是可以通。那所以会命名这个地方。那现在那边跟旧址那边现在都变成了房子。在日本，当开了我们11号道路那一段时间之后呢，完成了，日本人就把这边的部落赶到下面去了。真品这边的就赶到他们现在的地址，但是到了下面以后，长光跟真品就拉得很远了。所以当时还是有来往啊，老人还是有来往，因为有路了嘛，有路了，还是有来往。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可能是人的移动去赚钱，所以这个时候就慢慢这些旧的人都已经过世了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沟通了，没有办法再去联系，因为老的都走了。年轻的因为都出去外面工作，都没有接触了，所以都不认识了。是这样子。那移到这边下面之后呢，因为过去是讲到说是石坑的人嘛，九江岸嘛，那后来说，既然是居住在那个大石头的南边，那不如就还是叫个石坑，所以当时移到这边还是九江岸，可是很多人误解，以为是五江岸，那个五杠是牛啊，正在青春期的时候，那个五杠不是吗？他们认为，因为长光部落很大嘛，跟五杠可能有连带关系，很多人都叫误会，其实不是，那是九杠不是五杠五杠也是闽南语呀，五就是五杠就五就是牛啊，牛正在升起的一段时间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的连结也可能是跟这个有关系，但是真正是石坑呐，所以这个部落到这里也将近已经快100年了，快100年了。那个人可能也100年了啦。那个人94岁的时候还是被我访问的那个老人呐，已经走了，可能也5年了，可能100年了啦。现在对，刚好100年。他是那个路是1923年嘛，现在已经2023嘛，刚好就是100年啦。差不多对，就100岁了。那这个部落里面有8个氏族。OK， 有8个氏族。老师，你念一下有哪8个氏族？好，我就顺序没有按照了哈。第一个是九里岸，九里岸，这个顺序没有大小哦。OK， 好。九里岸，第二个是巴吉纳了，巴吉纳第三个是吉嘎杜拜。就是蔡宗涵的那个氏族嘛。对，吉嘎杜拜。然后呢，接下去是萨利布岸。萨利布岸那边也有对，然后就是弗拉难，弗拉就是月亮。老师，你等我一下我现在到萨利布岸。再等我一下。好，老师，你说下一个是什么？弗拉难，弗拉月亮。弗拉难。我找一下大概这边没有，这个是新的。他这边没有，所以日本人也是有漏掉的对。好，老师，我拼一下你看看对不对？好。弗拉还是弗沙？弗拉弗拉散是不是？对，月亮月亮。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弗拉月亮啊。月亮对对，月亮。那还有就是姆纳列。姆纳列这个有。打看姆纳列。
有，我找一下，这个应该有，这个应该是有啊，我那里有啊，在有第几个去了？第8个，对，第8个我那里，还有就是也是很大的氏族，好来，这个氏族是分开来的，不是一个名称，它称为嘎嘎跟沙发，嘎嘎跟沙发，这个是因为这两个可能是以前是一个是叫吉兰阿善。哦，吉兰阿善哦，这个应该有。对，它分成为嘎嘎吉兰阿善跟沙发吉兰阿善。老师，这个有什么差别？有差别，因为真的这个就是什么？是什么时候才会分成这样子？那这个都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分出来的。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国民政府来的时候，那个姓如果同氏族的时候都一样的姓嘛，对不对？对。可是他们的国字的姓是不一样哦。一个是姓林，一个是姓黄。黄的是嘎嘎吉兰阿善。哦。那个林的双木林的是沙发吉兰阿善。哦，但是老师这2个氏族有没有血缘关系？应该有，应该是有，但是可能已经很远了，也很远了，分叉出来的。然后他们还在一起嘛，对不对？结果马都有来都大雅了，我时常就说哦，你们那边的有时候有什么事情啊，叫你们去帮忙都不愿意，会这样子，然后慢慢就疏远了。哦，是因为彼此的合作关系疏远，导致变成2个哦，所以变成说嘎嘎吉兰阿善，一个是沙发吉兰阿善，你可以写对，有写嘛，嘎嘎沙发嘛。对，嘎嘎是那个姓黄的嘛，对，是姓林的，你看分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在国民政府来以后，已经分开了，已经都分开了。好，老师没关系，我们现在剩一点点时间，再给老师5分钟哦。老师，你介绍一下摩拿利，你这个氏族的名称的意思。是这样哈，那个摩拿利，其实在过去很乱那一段时间呐，大家都会逃窜嘛。那摩拿利的这些老一辈的人就躲到所谓这个地方是在大港口的北边有一个山，他们是躲在那个地方。那四周都是茅草的地方，所以当他平静了之后，他们下来了，有些过去一个部落的人嘛，就问你们是躲在哪里？他说在厄里岸这样。厄里岸是不是？对，很多茅草的地方的意思，厄里岸，所以会变成说摩拿利。所以那个老师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那个摸那个字是有什么意思？就厄里岸怎么会多一个摸？对，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就跟很多名字也都一样啊，你看有很多名字跟真正的东西好像前面都会变化。比如说像什么去了，我忘了呢，做比喻哈，他就是说他那个地方就是厄里岸，怎么会摩拿利？对啊，这个我就他前面会不会说加个乌啊？乌厄里岸念久了变成木了。对呀，那为什么会用摩拿利？对啊，对，有很多，你看很多名称，这个古代的名称跟实际上的都有些变化。所以老师，我这样厘清一下，所以以前就是躲在那个厄里岸的人，后来那一群人都叫做摩拿利就对了。对，就是在大港口的北边。